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是礼拜伫要开始，请大家备万心。咱要今仔日的礼拜伫要开始，请走甲。就因感谢你伊的门，因学了你伊的院，就感谢伊学了伊的名。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信诗第31首，信诗第31首，天父听咱世间尽人。请起立。白条路，世间情人，相思都是圣经。真求小飞，免听通，天白实在是听。天白上帝。真正是听，连我也得听。写我一切有悔罪过，天白上帝是听。虽然我有罪过跌倒，为耶天白生命，罪主对定是我一人，要故意也是听。天白上帝真正是听，连我也得听。写我一切有悔罪过，天白上帝是听。圣
行耶稣，受定是假，替咱受苦惨死，是为着咱赎咱罪罪，伊听亲像安尼。天父上帝真正是听，连我也得听。写我一切有悔罪过，天父上帝是听。天父听通，这亲这大，情人应该满意。要紧紧来，大家君我，只求着他起誓。天父上帝真正是听，连我也得听。写我一切有悔罪过，天父上帝是听。请大家由安徛起。这是咱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水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，定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，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共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，启应文第60篇。相时也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，我来启大家来念。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，甚至天使的语言，若无人爱，我就这亲像落在弹，老发在响。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，会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。我若有够强的信心，通移山倒海。若无人爱，我就无路用。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躯互火烧。若无人爱，对我拢无利益。忍耐是宽容，忍耐是慈悲。有忍耐就袂嫉妒，袂夸口，袂骄傲，袂做见笑的代志，袂求家己的利益，袂快受气，袂扣分，袂爱不义，只有爱真理。仁爱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仰望，对一切有耐心。仁爱永远存在。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将时，讲人物的文字会无去，知识话会无去。咱所捌的有限，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嘛有限。毋过，迄个完全的会来。迄个有限的就消失。我做囡仔的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，想法嘛亲像囡仔。但我已经成人，就将囡仔的事拢放下。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，雾无明。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，将来会完全了解，亲像上帝
安尼信毋忘忍耐，这三项永远存在。其中上重要的是忍耐。祈祷，这是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主爱的天父上帝，这是咱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祈祷，恳求你将你的慈爱、你的公义，会当显明伫这个世间，互遐个困苦的人、破病的人，会当得到安慰甲医治，而且为着受压迫的人，显明你的公义。咱搁一届感谢公义慈爱的主。这是咱要开始今仔日的主日礼拜，请主上帝的圣神，这是伫同教会甲每一位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，嘛引带每一位同工照你的旨意来服侍，特别引带牧师来传讲你的话语甲教示，互阮更较会当了解你的心意，听探你，顺服你，成做一位下上帝旨意的囝儿。咱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圣经今仔日的圣经集伫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4章第7节到12节。这是我来读，因为上帝召咱，毋是得着有的，就是伫诚信。所以拒绝的，毋是拒绝人，是拒绝上帝，就是用伊圣神互恁的。论听兄弟，毋免写批互恁，因为恁家己受到上帝的教示，互恁大家相听。是恁果然有行伊伫通马其顿的正兄弟，总是兄弟啊！阮劝恁着一发安尼，也着对当念真来做家己的事，亲手做恁的工，照阮所捌吩咐恁的，互恁外面人端正来行，也家己无所欠缺。正道，今仔日正道的题目是三听的道理，请本会福音牧师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。我伫多谢桃园教会兄弟姊妹的好意，我伫6月1号就开始赴任。不过伫赴任的进程，来到桃园教会进程，随上咱台湾社会也已经进入第3礼拜的3级的境界，所以咱是伫一个真特别的情形下面来见面。无得较有法度见面，有时阵咱会透过互相彼此隔离的方式，总是愿上帝听甲咱做伙伫地，互咱伫伊的听内底真正安稳自在，得到平安。不管咱伫倒位，拢求上帝特别扶持，甲咱做伙伫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感谢你赏赐带领，互阮会当伫你赏赐阮安全的所在，阮当伫这个所在，甲你做伙见面，听见上帝话，求上帝陪伴阮的心，陪伴阮的耳孔。即时要听见你要向阮所讲的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今仔日这个题目叫做三听的道理，总是有可能这个题目小可有点仔冲突。安怎讲？因为咱三听实际上无啥物道理，无啥物道理，无啥物原因。咱就会三听，所以听有当时啊，其实是一种真自然的表达，真自然的表现，真歹讲道理。
2003年5月5号，台湾第一位因为感染 SARS 这个病症来居家隔离。第一位，台湾第一位，2003年的5月5号，伫迄天，伊突然间就死。过2天，新闻有一个报道，5月7号，电视报道这位男性有一对囝儿，当伊伫厝内底发病时，14岁的兄哥就敲119。互救护车紧来，总是敲电话了，伊无顾迄个危险，就对伊的老爸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，并且教伊12岁的小妹，兄妹仔大差2岁，教伊12岁的小妹，就缀伊老爸的心脏，就安尼进行将近1点钟。直到救护车甲救护人员拢来为止，总是因的老爸犹原死伫因的目睭前。5月7号，电视台、新闻台报出记者访问这个兄哥电话的对话。记者安尼问。啊！你敢唔惊感染到 SARS 嘛？这个兄哥14岁的兄哥，伊安尼讲，当时嘛无想遐多，啊，因为伊是阮老爸啊，换做阮爸嘛会安尼做。这对兄妹啊，甲伊的老母。因做伙当时做伙被送到台北市立仁爱病院来隔离，几天以后，伊的老母被送入去加护病房，因为伊的病情有搁较严重。过无偌久，这对兄妹啊也开始发烧，肺部开始有问题。搁过1礼拜，5月14号。这对兄妹啊，因为仁爱病院惊伊当时无法度照顾，就转去台北医药大学附设医院。实际上，这款突然的打击，老爸突然死，妈妈伫加护病房，互这对兄妹啊心内底其实无法度反应，总是因。别人咧问因的话，因拢讲有无，简单来回应。就亲像对迄个一只鸟仔、2只鸟仔，突然间走去到一个互人隔离的世界内底。到迄个拜六，因为哥哥这个兄哥吸入迄个口对口人工呼吸，吸入伤侪病毒，伊的肺部产生恶化。医疗团队想要将这个妹妹刷去到马街病院，予伊伫遐医治，所以毋望蔡尚银这位基督徒精神科医生会当甲因建立关系，说服因会当予因先离开。10年以后，蔡尚银医师就将这个真实的故事。写做一个故事，刊伫2003年的新书者圣诞特刊内底。当时的台湾2003年，佫毋知影 SARS 是啥，伊是安怎感染，伊是安怎互咱传播这个病情。蔡医师就透过电话，伫迄个受隔离无法度互相相见面的情形下面。甲受隔离中的这对兄妹仔来产生关系，伊伫遐解说医疗团队的决定，并且说服这个毋捌家己对细汉到大汉毋捌家己大过的小妹，会当接受单独的隔离。当然，这个故事后来是喜剧。
因为后来这个故事中的妈妈，这对兄妹啊，拢恢复健康。过2个月，SARS 这个疫情受到控制。上尾后，蔡尚颖医师对这个兄哥讲：“你的老爸伫伊过身进前一定真受安慰，因为所有因为 SARS 死亡的人，应该只有伊伫断开以前，予伊的囝为伊分入上尾一口气。”这就亲像咱今仔所读到的这张批，保罗写予帖撒罗尼迦教会兄弟姊妹，伊安尼讲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9章、第4章、第9节，论疼兄弟，毋免写批予恁，因为恁家己受到上帝的教示，予恁大家相疼。保罗写一堆对吧？伫批顶头写一堆，总是伊只有简单讲一句话。伊讲论着疼，恁互相的相疼。我无法度写批予恁，也是讲我毋免写批予恁，因为上帝自然会教咱，因为这是真自然的代志。人甲人互相的相疼，就亲像囝儿甲老爸，就亲像咱甲兄弟姊妹，囝儿甲爸母中间的关系。迄是自然而然。COVID-19 后来对去年开始烧这个瘟疫，到今年，伫全世界已经烧要当半久的时间。对今年的5月14号开始，台湾本土的病例产生破口，台湾疫情直线来冲悬，台北甲新北市这两个市医药的量能真惊吓，各地医生护士有极大的压力。台湾也进入第3级警戒的第3礼拜，总是伫这礼拜，咱亲像阁无法度看到疫情的尽头。因为安尼，这几天其实咱嘛有看到迄个数字，就是真侪人会受感染，其实就是大部分受感染拢是伫家庭内底受感染，差不多将近要一半。这拄好说明这项代志，相疼这项代志其实免讲，相疼代志这项代志真自然的产生，总是真歹势。这边的疫情上歹的这个部分也是安尼，伊互咱无法度相见面。这边的疫情嘛，互咱会产生人甲人隔离的这款的危机。总是基督徒会疼，伫教会内底兄弟姊妹会疼，敢是安尼嘛？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一开始，伊就安尼写讲：阮伫主耶稣求恁、劝恁，照恁前所捌对阮受，着怎样行来互上帝欢喜的？恁已经得行，打着搁较出力行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节。这句话其实有一段话，咱时常讲，总是咱读无啥会出来，因为翻译顶头会当安尼翻译，和合本翻译就较清楚，就是奉主耶稣的名。所以保罗伫遮是写讲，阮奉主耶稣的名求恁、劝恁。好，什么话叫做奉主耶稣的名？实际上，今仔日做基督徒，时常将这句话放伫咱的祈祷的上尾后，咱会靠主的名祈祷，咱上尾后拢会安尼讲。所以真侪人会误解，掠做即字，就即句话，
是改成祈祷上尾后一定爱讲的话，其实毋是哦。这是一种祈祷的惯势，是对使徒的时代就留落来，特别是伫保罗的批信内底。伫保罗的批信内底，伊先爱用这种写作的方式，使用伫伊的批信内底，因为安尼，初代教会信徒就安尼一路流传落来。奉主耶稣的名，原文的意义有两种，第一种就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关联求讨，然后咱上尾后会讲阿门，这叫做我愿我头前所祈祷的，求上帝成全，诚心所愿，求上帝来成全，这是一种放伫上尾后，这句上尾后，通常是安尼解释。总是奉主耶稣的名，原文有第二种意思，咱真少讲起。伫希腊文内底是做伫主内底，在基督里。迄华文安尼讲，在基督里，伫主耶稣内底，这就是保罗伫遮所使用主要的意思。伫主耶稣内底，意思就是伫主遐啦。迄原文是一个所在，就是一个场景。就亲像10几年前，英国有一个活动，报纸有一个活动，因用奖金去征求一个上好的答案。因问一个问题，问讲对法国到英国。上近的迄条路，倒一条路上近？上尾后得到头奖的答案，就是甲你相疼的人做伙行，迄条路上近。所以，假使保罗若要来应答这个问题，保罗一定会安尼讲，伊讲。伫主耶稣内底，迄条路离听上近。保罗要对咱讲，透过即句话，伊咧对咱讲，怎样来互上帝欢喜？迄就是伫咱日常的生活内底，咱不只是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尔，咱会当伫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去发现上帝的恩典，这叫做伫主耶稣基督内底。在基督里，迄就是伫咱生活的躯体甲人的中间活出伊的疼，迄就是伫主耶稣基督内底。这也就是伫主耶稣基督求恁抗恁，保罗伫遮所讲主要的原因。约翰是安尼描述。耶稣甲伊的门徒上尾的迄个做伙食暗顿的迄顿是安怎？约翰福音书13章第1节，假使你若愿意，你伫镜头进前、手机进前、电视进前，你嘛会当甲我做伙来读。半过节前，耶稣在伊离开这世间，归伫爸的时到。已经听伫世间属伊的人，到尾也听因。约翰安尼讲，当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间进前，上尾一遍咧教示伊的门徒，就是听因，然后伊听因用一个行动为因来洗骹，来教示因。然后，当主耶稣一个为着伊的学生洗骹的时，洗到彼得，彼得是安尼应答。约翰福音书第13章第8节，彼得讲：“你永远无通洗我的骹。”耶稣应伊讲：“我无甲你洗，你就甲我无干涉。”彼得因为
主耶稣是尊贵的老师啊，伊太当到我洗骹就拒绝主耶稣，总是当主耶稣讲，若无互伊洗，就甲伊无干涉。彼得心内底安尼想，我想要甲主耶稣有关系啊，有干涉啊，所以规气我的头甲我的手拢互你洗啊。彼得真古锥，真直接的反应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主耶稣的教示，互咱会想象完全有小可会无共，因为伊教咱啥物货叫做正圣。正做圣洁，咱拢掠做圣洁，离咱这个罪人真远。总是主耶稣咧对咱讲，正做圣洁，毋是来守主日，毋是来接受圣餐，毋是接受洗礼，毋是遵守上帝诫命甲礼仪尔尔。主耶稣在对咱讲，正圣、正做圣洁是甲伊有干涉，甲伊有关系。当咱甲伊有关系，就通学伊的眼光，照伊的样相来行。就亲像伊心内底明白，当伊洗骹的时，伊的门徒中间有叛徒。有对着伊的人，迄个心放伫撒旦的心放伫伊的学生的中间，总是伊嘛愿意为伊来洗骹，共款来听伊，甲伊有关系。保罗安尼讲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4章第7节，保罗说了安尼讲，因为上帝召咱。毋是递到误会，就是伫正圣，就是伫正圣。保罗确实咧教示帖撒罗尼迦的兄弟姊妹，毋通学当时迄个城市内底真侪败坏的宗教风俗，甲淫乱，凊彩来放纵私欲。假使你若知影，你是已经甲上帝、甲主有关系，那安尼一个甲主有关系的人，圣神必然会提醒、甲教示，圣神必然会引传。所以刷落去，伊安尼讲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4章第8节。所以拒绝的毋是拒绝人，是拒绝上帝，就是用伊的圣神互伊恁的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叫做基督徒三听的道理。就亲像主耶稣为伊的门徒洗骹了后，对伊的门徒发出这个真简单搁直接的命令，随上咱时常伫礼拜中间也做伙读到的命令。主耶稣安尼讲：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。恁也着安尼三听，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因为安尼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知影，咱要堪配得正做主耶稣的学生，有一个真有形甲无形的记号，就是咱需要透过三听。互人才会当认出咱的身份，这是基督徒互人认出来一个无形的记号。相时，这个记号也是超越的听，因为主耶稣捌安尼吩咐咱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44节到45节，若是我甲恁讲，对着恁的着听因，困着恁的着替因祈祷。互恁正做恁伫天灵的爸的囝。主耶稣咧挑战咱，伊咧对咱讲三听，伫咱中间是一个记号。
是一个无形的记号，是互人会当见证到的记号。但是另外一个部分，对遐外口的人来讲，对着咱的人来讲，这是一个试炼，这是一个试炼。主咧挑战咱。假使你只有听遐个你真自然会去听的人，安尼所有的人拢做会到。伫危急的中间，搁较会当体验到即款的听，就亲像这位兄哥为着伊的老爸所付出的共款。真实的听，不过是安尼。总是保罗咧对咱讲，上帝对咱的付出是迄个超越的听。罗马书第5章第70到第80，保罗安尼讲：因为替义人死的，恶得有；替好人死的，咸菜有人拣。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听咱会听痛，因咱要求做罪人的时，基督替咱死。上帝安尼听咱，伫咱要做罪人的时，就予伊独生圣囝为咱来死。那安尼有啥物通讲的呢？咱若无彼此相听，无理由做伊的囝。咱若无活出为上帝去听的性命，无采工咱做伊的囝儿。保罗续落安尼讲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1节，也着对中恬静来做家己的事，亲手做恁的工，照恁所捌吩咐恁的，照阮所捌吩咐恁的。柏拉图甲罗马的历史学家叫做迪奥卡修，伊拢捌将头前的这两个名词放做伙。这两个名词会当安尼翻译：安分守己，管好家己的事。这两个名词嘛会当安尼翻译，这是和合本的翻译。当因将这两个名词放做伙的时阵，因是咧描述一项情景甲一项代志，就是当人伫一个充满对敌的环境内底。做代志唔通伤猖狂，伤互人看见。凡事低调，唔通管闲仔事。要紧的是做好家己的本分。因为安尼，保罗引用当时的俗语，勉励当时的教会，随上也咧勉励咱。当咱伫黑暗的世代做见证，唔免偌请呀，唔免互真侪人知影。要紧的是恬静，做好家己的本分，尽家己的本分，安尼上要紧。当然，保罗咧讲这段话的时阵，有可能针对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群人。这群人只想要利用别人的疼心，家己无想要做工，所以有点仔意思咧，针对这群人讲：啊，恁伫遮混吃等死。伊要针对因讲：恁爱好好做家己的工，因为安尼，这嘛咧对咱讲一项代志。保罗咧勉励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。其实也咧对今仔日的世代的咱来讲，显出相听，彼此相听这样代志，有点仔距离，有可能也是一条路。这拄拄好甲今仔日的台湾的现况差不多同款，因为咱拄着的这个瘟疫、这个病，我相信真侪人。生目睭以来，拢毋捌拄过。现代医学帮助咱去理解这个瘟疫的特性，甲安怎来传播。所以，伫今仔日的这时，颠倒是爱治好嘴暗，
出入爱洗手，较少外出甲人真近距离的接触，毋通去人多所在，用隔离的方式。伫今仔日这时，有可能这才是三听的道理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有发现吼，三听有当时啊是较近的，三听有当时啊较远的。所以三听袂当有一个准则，讲安怎？台湾这波疫情的凶险超过人的想象，因为这个传染以及病毒的厉害，比去年咱所拄到的搁较厉害。因为安尼，当咱受隔离，特别是这段时间咱无法度互相见面的时，毋通邀请咱大家，毋通开伤侪时间去看电视，这个民罪甲政治人物互相的演出，毋通看伤侪济。颠倒也爱好好保守家己的身体、心神甲灵魂，特别是这少年人，因真活动，总是少年人搁较爱保持警戒，爱会记起真侪无正头会感染这款的可能。当你对外口转来，爱会记起做好家己，甲保护厝内底的人的一寡做法，咱爱持续为着第一线医生护士来祈祷。伫厝内底，我要邀请你也时常为家己祈祷，特别是读上帝的话。拄好，同教会教育部伫今年推动逐工读圣经，咱若一天读4章，一天就将规本的圣经读了。所以邀请咱，假使咱若进前无做伙来读，现在拄好是时机。现在做伙来参与读圣经的运动。咱透过读圣经来明白上帝的真理。咱透过祈祷，甲上帝起造关系。求上帝，予咱更较有智慧甲勇气来面对这个挑战。伫罗马皇帝奥里略执政的时阵，流行病，当时的这个大型的流行病，迄时就有啊。这个流行病，伫今仔日的医学的眼光来看，有可能叫做天花。这个流行病夺走当时罗马帝国境内将近1/3到1/4的人的性命，连皇帝也感染着。伫疫情上高峰的时，罗马这座城市一天有5000人来死。伫迄个疫情遍地，所有的人拢惊的时，有一群人，因会记起因所地主。因所地主捌用手去接触伊伫遐个得到太高的人。当时雅典教会主教迪尼修，伊伫伊的批顶头描述，伫第2世纪的即群罗马城内底基督徒因所做的代志。伊安尼写，伊讲即群基督徒无看到危险，因勇敢来担起迄个护理病人的责任，因顾虑着病人的需要，因中间侪人因为照顾病人，也染着这个瘟疫，总是因欢喜接受，安然来过身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其实真正的听无啥物道理，真正的听，就是开始行动，就亲像主耶稣，伊讲伊听伊的学生，毋是只有用嘴讲，
是开始行动。做基督徒去听，是做咱当时应该做、做咱当时该能做的代志。罗马帝国的时代，无现代的医生护士做第一线来守护，因为安尼当时基督徒的选择就是无人要做，我来做。因行到第一线去服侍，因为基督因愿意献身去听，甲现在台湾无同款，因为现在台湾咱嘛为着听，咱会当隔离，无造成这个病毒的传染、传播，无造成这医生护士的负担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嘛是为着听，保护家己甲厝内底的人的安全，这就是听。虽然无同款，总是咱爱知，咱爱做有智慧的选择。就亲像使徒保罗安尼讲，现今所存的就是信、毋忘、仁爱这三项，其中第一大的是仁爱。愿咱伫主耶稣基督内底有听，甲咱做伙伫地，有平安，互咱伫住伫内底真正安稳自在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阮实在毋知怎样相听，帮助阮，互阮这个有限的人，真正体会到上帝你听阮，因为安尼，阮应该互相相听的这个道理。主，阮也知，阮的喙齿无度讲清，总是阮知影。你听阮，安尼就够了。因为你听阮，阮知，阮需要透过相听来显明主你听阮的道理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点伫我心。这是咱来迎接圣诗521首，圣诗521首。你若欠缺，真失望。请起立。你那欠缺真希望，我着真难来帮助。求主看了就欢喜，显明真是他的你。难
你那的高兴威廉，我们欢喜的日间，救主夸了就欢喜，显明真是他的理。难怪一撒条，难怪一撒条，难怪一撒条，有相信来帮助。撒条的我就免累，就为应个归天悲，救主花了就欢喜，显明真是他的理，难怪一撒条，难怪一撒条，难怪一撒条，有相信来帮助。请坐。报告的大声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。请我读一解，请大家读两解。现今所存的就是信、望、忍耐这三项，其中第一大的是仁爱。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，请。现今所存的就是信、望、仁爱这三项，其中第一大的是仁爱。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，现今所存的就是信、望、仁爱这三项，其中第一大的是仁爱。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。请大家掀开旧报的第一页。旧报第一页内面有这礼拜甲下礼拜所有的服侍的人员，请大家爱参考，爱注意时间。消息报告：本主日6月份的这下的长老甲执事，长老是于志平长老，执事是赖建成、穆桂英执事。第二，下半年度的服侍的行事历已经伫教会的事工的群组内底，请大家家己参考。第三，第893届的小会照常召开，请小会员准时参与伫小会当中。小会的消息，即马台湾的疫情愈来愈严重，照政府所公布的即个防疫的规定，即马教会内底所有的聚会甲礼拜拢暂时暂停。请大家继续为着咱的身体的健康来继续祈祷。具体的消息，本会宋陈秀凤姐妹，就是宋水泉的妈妈，已经伫6月4号完成安息追思的礼拜，请大家继续来关心代祷。这是咱请本会福林牧师来补充报告。我伫遮来补充报告几项代志。头一项，我要邀请咱也伫线顶，也是伫电视顶头的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你将今仔日的奉献，伫厝内底找一个录啊，就是信封，将伊拿录落去，顶头写今仔日的日期。透过奉献，咱表明咱上帝教会，也表明咱的信仰的回应。因为安尼，我要邀请咱为着咱的教会来奉献，将这个信封收好势了后，我要请咱当然嘛当等听候疫情了后，才摕转来教会。另外一个部分，假使若会使，嘛会当请厝内底这个少年家用画布的方式汇入来
教会的账户内底，不过顶头爱注明咱的名，安尼教会才会知影阮收到是啥物人奉献。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透过奉献来关心咱的教会，嘛透过祈祷来关心咱的教会，因为刷落去，阮要开小会，咱来求上帝，互阮有智慧，小会的成员会当伫这个疫情的过程内底，做出对咱的教会整体上好的处理方式。伫中间，咱爱相信，上帝听，虽然人甲人保持距离，总是上帝听甲咱无距离。咱爱求上帝特别互阮有智慧，嘛请咱会当特别为我祈祷，互我来到堂教会慢慢适应的过程内底，阮已经搬山好势，总是慢慢适应。求上帝赏赐，互阮会当慢慢适应咱的教会，以及伫这个所在扮演好上帝调我来，爱我伫遮所讲所做的使命。愿上帝帮咱夫妻，甲咱做伙伫地。第三项，我要邀请咱大家会当甲咱附近的兄弟姊妹，所以咱若伫厝内检测是咱的真亲密的人，咱会当甲伊请安。甲伊问好，甲伊讲真欢喜，会当甲你做伙做礼拜。所以即时若有现场，咱会当请咱边仔的人讲真欢喜，甲你做伙做礼拜。平安，平安，平安，哈，真欢喜甲你做礼拜。上营的信息是402首。上营了后，请牧师来祝祷。请起立。恳求主领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，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，暂我大日遵守你概念，互我伫黑暗中做工程。对吹云错是美啦，这是我人生必切望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听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阮大家做伙伫地。不管阮伫倒落，主求你保护阮的心怀意念。保守阮的身体勇壮平安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现在，别得必回。
这是咱会使来行平安礼，会使甲你边仔的兄弟姊妹讲，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